大家可能都聽過按摩嘅好處，其實呢樣嘢喺好耐，成2000年前已經喺中國、印度同埃及都有人用㗎啦。點解按摩咁神奇嘅？因為我哋嘅身體好鍾意深層觸覺，即係一種中等及均勻嘅壓力，就好似嬰兒出世之後，媽咪多啲抱抱錫錫，就會幫嬰兒安定啲，心跳同呼吸都會慢慢平復。我哋叫呢啲做依附關係同安全感。科學家發現，當我哋俾人按摩嘅時候，皮膚下嘅感受器會受到刺激，身體會分泌一啲好似快樂荷爾蒙咁嘅化學物質，等我哋覺得舒服同放鬆，即係可以減慢心跳、平穩呼吸、放鬆肌肉。就好似你成日做完嘢，肩頸痛，俾人按摩之後就舒服好多咁樣。呢啲快樂荷爾蒙仲可以幫我哋更易入睡添。研究指出，按摩對於自閉症小朋友嚟講特別有用，透過按摩可以降低佢哋嘅覺醒度及幫助睡眠。當睡眠質素改善後，佢哋嘅情緒、遊戲技巧、感覺過敏、社交技巧、專注力及衝動抑制等能力都會得到改善。研究話，如果每日臨瞓前幫小朋友做15到20分鐘嘅手腳及背部按摩，可以幫到佢哋更快入睡，瞓得耐啲，冇咁焦慮。另外，按摩仲有好多好處，譬如可以幫助血液循環，減少肌肉繃緊，減輕痛楚，提升免疫力，等小朋友更加了解自己嘅身體。所以記住，瞓覺前利用小棉包入面嘅按摩油，或者小朋友中意嘅潤膚膏，同小朋友多啲親密接觸，擁抱下，用均勻嘅壓力慢慢按摩手腳同背脊，呢啲都會成為佢哋童年入面好重要同溫暖嘅回憶。